世界音乐节伫台湾这活动已经起过。今年伫咱有台湾的团队，更有邀请南韩和乌克兰的国际团队，要做伙打造下领域下界的音乐合作。 使用传统加声乐器，演出真有特色的音乐气氛，真创新，嘛强化传统音乐的特质。这是南韩团体 ADG7 的音乐表现。 No matter how dark things seem, love always wins. 由乌克兰甲加拿大音乐人组成的巴拉卡拉瓦布鲁斯，以乌克兰福音音乐甲世界各地民谣进行音乐实验，要向世界传达乌克兰拍拼争取自由的声音。 两组重量级的国际音乐团体来台湾参加今年度的世界音乐节，在台湾，要让台湾民众无共的音乐享受。Showcase 的邀请国外团体来台湾展演，哈，那很难得的是有50多个团体报名参加。当初举办世界音乐节初衷是让世界看见台湾，让台湾听见全世界，这样的梦想逐渐在落实中。当然，从以前的3天，我们延长到4天。 这个当然卡斯也更坚强，这是一个建构台湾跟世界音乐的一个舞台。世界音乐节在台湾，今年是第7年，推出一款跨国跨领域的展演形态。除了音乐展演以外，也有讲座、商店加市集等活动，要打造全面性的音乐盛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